如果你每天都在吃这些东西，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如果不看，你可能正在亲手伤害自己的肾脏。我叫陈俊明，今年70岁，是一位退休的老年医学科医师。在过去35年的行医生涯里，我看过太多的病人因为吃所谓的补品，最后把自己的肾脏给吃坏了。你知道吗？在台湾每8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慢性肾脏病，而这些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台湾的洗肾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记录。更令人心痛的是，很多病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肾功能已经剩下不到30%，他们常常问我，医生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这就是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它不痛不痒，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迟了。我知道每个人都想要活得健康，不想拖累子女，身为父母，我们都希望可以照顾好自己，让孩子放心。但有时候，孩子的一片孝心，反而会让父母在不知不觉中吃下对身体有害的东西。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要批评谁，也不是要说保健食品全部都不好，我只是想用我35年的临床经验，跟你分享一些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关系到你的肾脏健康，关系到你的生活品质，更关系到你能不能继续陪伴在家人身边。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惊讶，甚至可能会让你有点生气，但请你相信我，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的鱼油。你有没有想过，鱼油这个东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流行的？很多人以为鱼油是现代科学的伟大发明，但其实这是一个持续了50年的美丽误会。故事要从1970年代说起，那时候有科学家去研究住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些人每天吃很多海豹肉、鲸鱼肉，摄取大量的动物脂肪，但心脏病的发生率却非常低。于是科学家就下了一个结论，一定是因为这些脂肪里面含有 Omega-3 脂肪酸，所以才能保护心脏。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爱斯基摩人吃的是整条鱼，是整块肉，他们吃进去的不只是 Omega-3 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几百种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研究清楚的营养素。但我们现在在吃什么？我们吃的是萃取物，是浓缩胶囊。我们把鱼油从整条鱼里面抽出来，装进小小的胶囊里，然后告诉自己，这样就等于吃鱼了。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人体就像一个交响乐团，需要各种不同的乐器一起演奏，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你不能只留下小提琴，就把其他所有的乐器都丢掉，然后期待音乐听起来还是一样好听。鱼油就是这样，当你只吃鱼油胶囊的时候，你只拿到了小提琴，但你失去了大提琴、长笛、钢琴，失去了所有让音乐完整的其他元素。更重要的是，当你吃新鲜的鱼肉时，那些 Omega-3 脂肪酸是被包裹在天然的细胞膜里面，有其他的营养素保护住它。但鱼油胶囊里的 Omega-3 是赤裸裸的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氧化变质。你有闻过鱼油胶囊那种腥臭味？那就是氧化的味道。氧化的油脂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在你的身体里产生自由基，加速老化，甚至增加发炎反应。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很简单，吃真正的鱼，每个礼拜吃2到3次新鲜的鱼肉，比你每天吃鱼油胶囊效果要好得多。记住，吃真的，不要吃假的。第二个要谈的是钙片。
很多病人来问我，医生，我每天都吃钙片，会不会得肾结石？我的回答常常让他们很惊讶，会，而且你会得肾结石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你平常没有从食物里面摄取足够的钙质。听起来很矛盾，对吧？让我解释给你听。当你从天然食物里面摄取钙质的时候，比如说喝牛奶、吃优格、吃豆腐，这些钙质会在你的肠道里面跟另一种叫做草酸的物质结合。草酸这个东西存在于很多蔬菜里面，像是菠菜、甜菜、茶叶。当钙质跟草酸在肠道里结合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无法被身体吸收的物质，然后直接排出体外。这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过程。但是，当你吃的是高剂量的钙片，而不是天然食物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纯化的钙质会快速的被身体吸收进入血液里面，但是那些从食物来的草酸，因为没有在肠道里遇到钙质，所以也一样会被身体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它们在哪里相遇呢？在你的肾脏，在肾脏里，钙质跟草酸汇结合成结晶，这就是肾结石的开始。我看过太多病人因为肾结石痛到在急诊室里打滚，那肿痛。有些人形容比生孩子还痛，让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想象你的肠道是一个搅拌机，你的血液是一条管道。当你吃天然食物的时候，钙质跟草酸在搅拌机里就以精结合成块状物，太大了，过不了管道，所以就直接被排出去了。但当你吃钙片的时候，钙质跟草酸分别进入管道，然后在管道里面才结合，这就像是在水管里面倒水泥一样，会造成阻塞。所以与其吃钙片，不如多吃这些天然的高钙食物，优格、起司、板豆腐、深绿色蔬菜、黑芝麻。这些食物不只给你钙质，还给你镁、维生素 K、蛋白质，所有帮助你骨头吸收钙质的营养素。记住，补钙不是吃钙片，而是吃对的食物。现在我要谈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综合维他命。你相信吗？这些看起来很健康的综合维他命，可能就是让你的肾脏停止运作的原因。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有一位65岁的病人来找我，她叫林太太，是一位退休的国小老师。她来的时候抱怨说自己最近很容易累，而且脚开始有点水肿。我帮她做了检查，发现她有轻度的肾功能衰退。当我问她平常有没有在吃什么药或保健品的时候，她很骄傲地跟我说，有啊，我女儿很孝顺，每个月都会从美国帮我买中和维他命回来，我每天都很乖的吃，已经吃了5年了。5年，我拿起那瓶综合维他命，仔细看了成分表。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只占了整颗药丸的10%，其他90%全部都是添加物、磷酸盐、稳定剂、人工色素、赋形剂。特别是磷酸盐这个东西是肾脏病患者最大的敌人。当你的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它可以把多余的磷排出体外，但当你的肾功能开始衰退的时候，而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非常安静的，你的肾脏就没办法处理这么多的磷了。磷开始在你的血液里累积，它会跟钙质结合，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让你的血管变硬，它会沉积在你的心脏瓣膜上，让你的心脏功能变差。最可怕的是，大部分的老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慢性肾脏病。肾脏就像一个滤水器，当它开始堵塞的时候，它不会痛，不会给你任何警讯，它只是安安静静的一点一点的失去功能。肾脏有一个很强的代偿能力，
就算只剩下50%的功能，你的抽血报告可能都还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健康，继续吃那些对肾脏有负担的保健品。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我常常跟病人说，综合维他命就像是火锅料或杂物，都是高度加工的食品。你看那些贡丸、鱼板、天妇罗，看起来很丰富，但其实里面真正有营养的成分可能只有一点点，其他都是淀粉、油、添加物。综合维他命也是一样，它给你一种我很营养的错觉，但其实你吃进去的大部分都是你不需要，甚至是有害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肾脏疾病，拜托你不要再自己乱吃任何保健品了，请让医生来帮你开处方。你的肾脏真的很脆弱，请好好对待它。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陈医师，那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保健食品都不能吃吗？不是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例外，维生素 D， 这是唯一一个我会建议特定族群补充的维他命，而且说实话，我自己也在吃。但重点是，我是在抽血检查之后，确认自己真的缺乏维生素 D 才开始补充的。维生素 D 跟其他维生素不一样，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荷尔蒙，而不是维生素。它控制着你身体里超过200个基因的运作，影响你的骨骼健康、免疫系统、心脏功能，甚至是你的情绪。更重要的是，维生素 D 很难从食物里面获得足够的量，除非你每天都吃很多深海鱼，或是每天在太阳下晒30分钟以上，否则你很可能会缺乏维生素 D。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皮肤制造维生素 D 的能力会随着年龄下降，再加上台湾人很怕晒太阳，怕晒黑，怕皮肤老化，所以缺乏维生素 D 的比例非常高。根据统计，台湾60岁以上的长辈，有超过一半的人维生素 D 浓度不足，这也是为什么骨质疏松症在台湾这么普遍的原因之一。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你不能因为听说维生素 D 很好，就自己跑去药局买来吃。你一定要先抽血检查，确认自己的维生素 D 浓度是多少。如果你的浓度已经够了，再补充就没有意义，甚至可能有害。而且，就算你真的需要补充，也要请医生帮你决定剂量。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吃太多，会累积在你的身体里，可能造成中毒。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超过60岁，或是很少晒太阳，可以去诊所抽血检查一下维生素 D 的浓度。如果真的不足，再补充。记住，检查了再吃。不要用猜的，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实验室。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说了这么多不能吃的东西，你一定会问我，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保护我的肾脏，保持健康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真正的处方不在药罐里，而在楼下的传统市场里。我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去家里附近的市场买菜，我会买新鲜的蒸鱼，买当季的青菜，买豆腐，买鸡蛋。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普通，对不对？但它们才是真正能让你活得健康、活得长久的秘密。让我跟你分享，我这35年来从无数健康长寿的病人身上学到的台湾式健康饮食5原则。第一，一半的盘子都是菜，每一餐你的盘子里至少要有一半是蔬菜，而且要多种颜色，深绿色的菠菜，橙色的胡萝卜，紫色的茄子，红色的番茄。第二，吃彩虹。不同颜色的食物代表不同的植化素和营养素。当你吃得够多元，你就不需要担心缺乏任何维生素。红色的番茄有茄红素，
绿色的花椰菜有叶黄素，紫色的茄子有花青素。大自然已经把所有你需要的营养用最完美的比例包装在这些天然食物里了。第三，涮脚。当你要吃肉的时候，记住这个口诀：没有脚的鱼比2只脚的鸡鸭好，2只脚的比4只脚的猪牛羊好。鱼肉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对肾脏的负担最小，而且鱼肉里面有天然的 Omega-3， 不需要你再去买鱼油。第四，多吃植物性蛋白，豆腐、豆浆、毛豆、鹰嘴豆，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它们不只给你蛋白质，还给你纤维、矿物质，而且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第五，聪明的脂肪。不要害怕脂肪，但要选对脂肪。奇亚籽、橄榄油、酪梨、坚果，这些都是好的脂肪来源。它们可以保护你的心脏，减少发炎，让你的大脑运作得更好。这5个原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却是最有效的。你不需要花大钱去买那些进口的保健品，你不需要每天吞一大把药丸，你只需要回到最基本、最天然的饮食方式。健康不是装在罐子里的东西，健康是每天的选择，是每一餐的用心，是跟家人一起吃饭时的笑容和陪伴，这才是真正的长寿秘诀。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内容，可能跟你过去听到的很不一样。我知道改变习惯不容易，特别是当你已经吃了好几年的保健品，突然有人跟你说这些东西可能有害，你一定会觉得很困惑，甚至有点不能接受。但请你相信我，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卖你什么产品，也不是为了批评谁。我只是一个70岁的老医生，想用我一辈子的临床经验，帮助更多人避免走上不必要的弯路。你的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位，你工作过滤你血液里的废物和毒素，它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痛，但它也很脆弱，需要你好好照顾。如果今天这支影片能让你重新思考自己的饮食习惯，能让你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到底在吃什么，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有用，请你分享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救了1个人的肾脏，可能就让一个家庭少了很多遗憾。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量回复大家。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老年健康的实用知识。记住，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后悔。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孝顺。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这么多，祝你健康，祝你平安，我们下次见。